快啲給我文屎啊！我很趕時間㗎，你給我文屎啊！我哋入住呢間大酒店呢，有個不成文嘅規定，就係要全程講普通話嘅。問題我哋幾個講普通話都咁曳，都唔知點面向國際。開咗間房先講啦。前台喺嗰度，得個靚仔冇靚女。阿靚仔，我們係你們酒店嘅貴賓，麻煩你即刻給我文屎。阿先生，你在說什麼？你沒有搞錯吧？我說我們係你們酒店嘅貴賓，給我文屎，給我文屎啊！雖然你們是貴賓，能不能放尊重一點？你們看這是什麼酒店？不給我文屎，還要尊重，激死我啊！就是嘛，我們提前預約要文屎的。你還在忙什麼？快點給我文屎啊！我很趕時間㗎，你給我文屎啊！對啊，你先給他文屎，再給我們文屎，我們個個都要文屎㗎。我們幾個人排隊等你給我們文屎。阿靚仔，我們很着急，快點給我們文屎。雖然客戶是上帝，但是你不能讓我給你文屎的。先生啊，雖然我哋酒店服務好，但係都唔會同你哋文屎噶。你原來識講廣東話噶？我哋幾個其實係要門屎啊。你下次說要屎嘛，不要說給你文屎啊。對了，你們之前交了多少押金啊？咁鬼麻煩噶，20啊。你們是說交了20押金是吧？是啊。